新婚郭羨妮等老公送上門做人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哎呀，開心啊，開心啊，開心，穩定咗好多咯。咁其實相對個人都會成熟啲咯。而家都成日有人叫我朱太，係啊。同埋即係係咯，個人好開心咯。終於有一派利是，終於都等咗好耐，恨咗好耐。朱太，你翻嚟派利是嗰陣，個盒記住係人仔喎。37歲嘅郭羨妮10月同內地製片朱兆傑關島結婚，之後長期留喺內地掘金。尋日佢第一次以朱太身份返香港賺外快，有老公滋潤，真係索咗好多喎。成堆啦，又唔係嘅，我兩邊走嘅，即係香港有 function 咪翻嚟做咯。同朱生咪成日見唔到。我好少探佢班，佢反而嚟探我班，因為我唔想走嚟走去，咁佢掛住你多啲咯，係咯，即刻嚟啦，係啊，做人嘅話要努力緊，即係已經不設防噶啦。呢啲大家明啦，做人大計係緊要嘅，係啊，咁唔可以遲疑嘅呢件事。朱太唔願探班，即係要等朱生送上門先搞到生育啦。雖然唔係成日見，但朱太就不時晒幸福。你哋睇微博都見到，我已經盡量低調撳緊噶啦，撳緊自己。我最開心嘅事係啦。另一個師奶仔，前有線主播余思敏，7月秘密結婚生女，9月已經復出。尋日佢撐有線節目宣傳，鄭太話鍾記長期喺內地拍戲，10級掛住個女，日日追魂 call，忙過拍戲啊。